大家好，我係餘生分享 Kevin， 今日介紹翠圖閣3座 D 室，實用面積703尺，係一個3房套單位，帶大家睇下。單位呢係一個 L 型嘅大廳，呢邊係客廳，近廚房位置呢可以做返飯廳啦。飯廳呢邊呢都有一個窗，咁同客廳呢就有一個對流嘅作用，而客廳呢邊呢就望返山景。睇埋廚房，咁廚房呢都幾闊落喎，擺晒雪櫃、洗衣機都冇問題。走廊行入嚟右手邊呢就係浴室，有窗啦，而且都幾光猛。左手邊就係第一間睡房，都係望山景。睇埋第二間睡房啦，呢邊擺放咗衣櫃啦，做咗床。睇埋主人套房，見到啲主人房呢係相當闊落。主人浴室都係有窗嘅設計。呢個主人房呢擺咗大衣櫃呢，仲可以擺到3邊落床，景觀好開揚。如果對單位有興趣，可以聯絡我啊！拜拜。